那天挺难受的。班主任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就被诺德控制了，拔腿就跑就直奔操场，在操场拿了个刀，就割了吧。那个球门那，班主任那眼神儿，就是有点震惊，又有点嗔怪，有点心疼。因为我在学校做的那些行为，然后班主任就不让我去学校，就是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孩被逐出家门了。但是那些错也不是我想要故意去犯的。我会经常到这个地方，看他们跑操、上体育课、升国旗。就这个位置，我对这个位置感情就很深，天天扒着这个围栏看他们。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给他们递吃的喝的，就是我的青春啊。